台语例句字音声调练习。寒窗啊，咚一声，就跋入去古井内啊。寒窗啊，咚一声，就落入去古井内啊。因两个是共爸各母的兄弟。大声呼呼鸣，才袂后摆三人五目，讲长底骹话。大声鸣呼鸣呛，才袂后日毋认笑。厝内大细项代志，拢是伊在烦恼。阮阿公算股票输了了，煞拍我出水。出主的人毋通四界走，才袂去甲人话着。伊早暗出酒，到呾要得艰苦，加话减讲挂。代志安尼一直吊伫半空中，嘛毋是办法。你只不过是一个半桶师仔，有啥物好摇摆？你只不过是一个半桶师仔，有啥物好摇摆的？你若要半摕倒看电视，你的目睭早晚会近视。伊做人真故意，伊生做真古锥。有人在叫门，你去看是啥物人。生理若要好，嘛爱敖叫客。车头附近有真侪叫客计程车。即个查某囡仔真敖塞奶，你毋通四界踅。因两个有四配，伊拄则对外口转来，加减趁一寡外劳仔来补贴家用。加减趁一寡外劳仔来烧天所费，讲话拢无可理，当然会失言。菜头放伤久，就会烧水失当。我一时失觉贼，煞互迄个贼仔走去。我一时失觉贼，物件煞互迄个贼仔偷摕去。婴仔爱坐灵母车，一领碰西衫，车了真有路。一块杯仔有笔痕，用的时爱较注意一下。即块杯仔有笔痕，毋通阁用啊！阮囝已经会晓家己爬饭啊。因母仔囝两个人无依无我，日子过了真艰苦。因母仔囝两个人无依无我，真艰苦过日。这个名真生分，我无熟悉。即个名真生分，我毋捌听过。查某人生囝是真危险的代志。伊生性爱佚佗，无爱读册。昨昏下昼比今仔日较清冷。
伊做代志伤青狂，生粒仔的所在爱保持打扫。迄块饼生菇啊，毋通食。你毋通黑白生话。迄块铁仔生鲜啊，囡仔着青囝骂骂吼。有在你，我无意见。有在你，我无意见。成绩无够，袂当申请奖学金。伊爱甲人侮赖，白白布强要甲人捏甲乌。今仔日的菜白正无味，你敢是袂记得掺盐？我收到一张白贴仔，即只土鸡仔是要用白撒的。伊真敖讲白贼话，你互伊骗去啊！一切拢是白讲的，白色色的钱银，啥物人看到袂介意？咱做人着爱有志气，才袂互人看无目地，看人的目色过日子。你是看到啥？目睭人哪会拢袂振动？